其实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这是这个三才同志三才童子发愿的，不是同志啊。那么三才童子呢，有些历史的说法呢，就是当然也有不同的，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三才童子是那个以前在印度的一个这个城市里面叫做是这个福德城啊，就是福德城这里这个有一个特别有福报的人啊，有福报的人他所有的这些这个钱财啊，就是金银财宝啊，就是极其的这个丰裕。当他生下以后，就是家里呢，就是各种财宝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出现，就是因此呢这个好像通过看相还是怎么的，就是说是这跟家里的这个孩子是有殊胜因缘而取名为三才啊，就取名为三才。但三才从小都是由他家里的各种财宝，就是帮助这个众生。后来他发现呢，人生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呢，不在于就是光是金钱来利益众生。金钱来利益众生的时候，他虽然知道暂时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可以解决，可是他们的真正的生老死病的大问题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办法这个解决。因此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就是很困惑。后来就是文殊菩萨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进行这个传法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教言呢，就是他就认识到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后来呢，就是在文殊菩萨面前这个发愿啊，就是他要这个行持这个六度万行。但是到底怎么样修，怎么样行持的话呢，文殊菩萨就是当时告诉这个三才童子啊，就是说是你如果真的要就是行持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的话呢，那么你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依止三知识。然后三才童子呢，就是第一个是依止文殊菩萨，就是开始呢依止这个寻找就是各种不同的上师三知识，然后就我们经常就是所谓的这个53参，就是依止了这个53位上师。然后最后的这个所依止的上师呢，是这个普贤菩萨。然后普贤菩萨依止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从这个因地到这个他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发言呢，就是已经这个给他就进行这个教授，尤其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呢，就是对他这个传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依止了这个53参以后，返回这个文殊菩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对他这个进行这个摩地呢，然后就加持以后的话呢，从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弥勒贪嗔啊，普贤贪嗔的话呢，好像是弥勒贪嗔，华严经里面怎么讲的？就是以前说是可能是这个普贤贪嗔吧。普贤贪嗔呢，全部都是这个如梦幻般的，就是呈现在他的眼前。然后呢，就是他去进行这个发愿，就是所有十方世界中，就是一直呢，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然后就是这个呢，就是以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啊，就成为这个佛经，就是我们这个华严经当中呢，就是最深深的一种这个发愿文啊，就是发愿文。因此呢，我们大家就是希望呢就是每一天的是尽量的这个不要间断，就是这念普贤行愿品啊，就是的确是它是最后呢，就是发愿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特别就是殊胜的这个愿望，就是很多这个大德的话呢，就是都异口同声的说，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愿文啊，诸佛菩萨的发愿呢，可以包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啊，就可以包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因此呢，就是从普贤行愿品的整个来历来讲呢，就是的确也是它是特别的这个殊胜。